人類90%以上嘅煩惱其實都係嚟自於人際關係。呢個論點咧就係著名嘅心理學家阿德勒提出嘅。佢話如果能夠將4隻字貫徹始終，你會少咗90%以上嘅煩惱。就係課題分離4隻字。咁日斯拉咧用8隻字去解釋，就係責任誰屬，後果誰擔。嗱，咁點樣去講呢？譬如話你要做呢件事，你身邊嘅人覺得喂好危險㗎喎。譬如話我覺得阿仔咁樣去做好危險，我會同佢去分析、去推演，話埋俾佢聽，但係佢依然都係一意孤行要做嘅。咁我冇辦法，我唯有放手俾你去成長，因為始終佢都成年，你唔能夠綁手綁腳俾佢去做，褫奪咗佢成長喺失敗路上吸取經驗教訓，最終得到成功嘅嗰個結果，你褫奪咗，你係令到佢少咗機會成長，佢會怨你，你都會覺得呢一世孭一個即係包袱喺身上，你會好辛苦，所以好多人咧唔開心，夜夜失眠係因為你孭咗好多唔必要嘅包袱，所以唔好在以愛之名，唔識得尊重對方嘅決定，或者所有嘅生活方式，去對人哋評頭品足。譬如話我唔中意你做呢份工，諸如此類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另外一種方向就係話，我哋好尊重人哋，係人哋唔尊重我哋喎，咁你要溫柔而堅定地搞清楚係邊個嘅責任，邊個要承擔結果。譬如話有一個小人喺公司度睇唔慣你，你做得好好，佢就喺老細面前中傷你，咁而老細係唔聽佢講嘅，甚至乎佢做得多呢啲小動作，老細炒咗佢嘅，你唔需要內疚，佢始終招惹呢啲結果，因為佢係小人，人哋老細請佢翻工，係咪要佢創造一啲大嘅經濟效益或者價值？起碼就係話幫老細揾到錢先啦。你唔係嘅，日夜掛喺度搞搞震冇幫襯，搞是非。我係老細我都炒你啦，你唔需要內疚。調翻轉頭，假設個老細信咗佢啊，又或者係對你唔好啊，疏遠你啊，或者唔再信任你啊，啊唔再俾一啲重要嘅項目你去做，甚至乎炒咗你，你需唔需要特別難過呢？我覺得唔需要特別難過，係會憤怒。你俾我會憤怒。我覺得哇，你唔係啊嘛？你明知道我唔係咁嘅人，你明知道我可以幫到你揾到咁多錢，你都炒我，咁我覺得係你嘅損失，係你要承擔嗰個結果。你要承擔一個咁叻嘅人離開你間公司，你有本事你再去揾多個叻人翻嚟，再俾呢個小人中傷你再炒，咁即係話一個咁冇智慧、咁冇用嘅人，咁容易聽信小人嘅人。佢間公司唔開得耐，咁你留喺嗰度有咩意思呢？早走早着啦，唔需要去憐惜或者可惜。所以嗰個小人佢招惹翻嚟嘅惡果，佢自己承擔。呢個老細佢信與唔信你，炒與唔炒你，都係佢自己承擔結果，得唔得？所以就係話好多嘢你搞清楚咗，咁樣做嘅行為或者係嗰件事發展嘅結果一路發展落去，係邊個要去孭翻嘅責任，邊個去承擔嘅結果，你就知道自己應該點樣去做。可以呢，係因為愛對方，對對方好，喺大尊重嘅大前提之下，溫柔而堅定地同對方去分析應該點做，俾晒提點，俾晒個結果話俾佢聽，咁然之後放手俾對方去成長。人哋唔中意我哋係佢嘅事，即係我都講咗話，我哋教會都會討論啦。有人唔中意你點，我就話係佢嘅事啊，唔係我唔中意佢啊嘛。正如我唔中意佢，我都要自己去處理呢種唔中意嘅負面情緒。我唔需要為呢啲而埋單，我唔需要為咗佢嘅唔中意去令到我自己唔開心。如果你永遠都係要圍繞住呢個世界100%嘅人，所有80幾億人都中意你，你先可以生存得到，你先覺到開心快樂。咁你就係一個非常之點樣講呢？痛苦嘅囚徒，你係畫地為牢。所以有一本書叫《被討厭的勇氣》，我得閒呢都會買翻嚟睇。但係我諗應該咧都同我即係諗嘅差唔多一樣，推薦大家去睇。有一種被推薦，sorry，被討厭嘅勇氣。我允許對方討厭我，我亦都允許自己討厭對方。馬斯克都話啦，好渴望
他人嘅認同、他人嘅喜歡，絕對係一種病態。你中唔中意我係你嘅事，你中唔中意我嘅行為係你嘅事。嗱，你肯唔肯定我，你讚唔讚美我，係你嘅事，與我無關。最緊要一樣嘢，我信任我自己嘅能力，我知道我自己嘅缺點、優點喺邊度，客觀而冷靜地分析自己有乜嘢好與唔好，就好完完全全100%咁去愛自己，肯定自己，咁咪得咯。即係話呢個世界上最愛你嘅人，必須首先係你自己先。所以唔好過度打住以愛之名去干涉人哋，亦都唔好話俾他人去打住愛嘅名號去過度干涉你。搞清楚咗呢啲，話俾對方聽 no， 咁就得噶啦。好多好多煩惱都因此而斷絕咗，與你無緣噶啦。90%嘅煩惱與你無緣，所以你會觀察嗰啲人點解會活得咁開心、咁自由、咁自在。你觀察下佢哋係咪分清楚咗責任誰屬、後果誰孭嘅課題分離。OK，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歡迎大家點讚、訂閱、留言、分享。OK，拜拜。